咁就由我呢個過期嘅問題兒童去為大家介紹下呢個問題老人蘇格拉底啦。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喺一個古希臘嘅市集裏面，有一個唔靚仔嘅阿伯，着衫又好 hea，佢不停喺度製造問題，乜嘢都打爛沙盤問到篤，問到大家懷疑人生。我諗大家會想象到佢有幾唔受歡迎噶啦。而佢最常問嘅問題呢，就係你哋有冇諗過乜嘢係正義啊？你肯定知道咩叫美德，乜嘢係人類嘅真善美啊？呢啲係佢好多時嘅會問嘅問題啦。而蘇格拉底嗰種傾偈呢，就唔係普通嘅傾偈，叫做蘇格拉底教學法，又叫做詰問法，即係不停去問問題，不停去逼人哋去反思。而佢最大嘅信息呢，就係話，其實你知道自己無知，你就開始有希望啦。當你覺得自己無知，你就會去謙虛咁去探求知識，開始去深刻理解一啲事情，咁你就開始會有智慧咯。要承認自己無知，先至會真正開始追求真理同埋知識，先至會有機會去發展到智慧。而蘇格拉底亦都堅信知識即係美德。蘇格拉底認為人知道咩叫善，就自然會做惡。實在我哋大家咧喺現今嘅社會都睇到好多人就係因為唔知道咩叫正確嘅善惡道德標準，先至會做壞事。好多做壞事嘅人其實唔覺得自己係做緊壞事嘅，因為佢根本個心裏邊冇嗰條尺，冇嗰個原則喺度。咁所以咧，蘇格拉底咧嘅人生目標咧就係幫助大家認識自己，喺內心深處去探求真正嘅自我，找到屬於自己嘅美德。而呢位街頭哲學大師咧，其實佢冇留低任何嘅著作，我哋所認識嘅蘇格拉底都係靠佢嘅學生柏拉圖嘅筆錄，我哋先至知道佢嘅想法嘅。